哈，我是我想。林太后，桂怀已经招人口供了。桂怀总也招人口供。20年前这桩红色凶案，总也真相大白。宝卿，现在你要注重的桂怀如何法律？神客皇上，桂怀乃是太后娘娘的亲信，神唔敢擅自定罪，请皇上定夺。哼，枉法无亲，天子犯法以庶民当罪，桂怀欺君罔上，罪该处死。皇上圣明。宝卿，在即时就将桂怀押出去斩首。神领旨。但你奴婢在。你嘛外太子一人，事关当今太后，你讲，定应该爱如何呢？定将不能就将太后以处以死罪啊！皇上圣明，皇上确实是命要处太后之罪，也毋过怎样？太后所犯之处，确实是罪不可赦，而且事机已经败露，奴婢想太后必然自知愧对先王，太后，你心不好。皇上，太后自知愧对先王，你自知，皇上这爱啊！但你奴婢在，团结下去，着力将太后国葬。遵旨。
是啊，包大人哦，甲一大堆的迄官兵拢来呢。保证果然来啊！快紧来，安尼紧来走，快无咯紧来。，中华，哈，等咱是安怎哪着走啊？阿娘，你一定迄一日吼，叫包大人讲，叫伊就甲你跪，一定总唔甘愿的，再去带一阵官兵要来甲咱抓无？戆囡仔，包大人毋是要来掠咱的，是要来请咱的，请人，要请咱创啥？要请咱回家城去享受荣华富贵啊！回家？阿娘，你讲啥我听无呢？中华，哈，以后咱就要来去住咧京城咯。要住喺京城，啊，毋着爱款行李咯。免啦，咱若去到京城，爱啥物就有啥物，互你享受不尽啦。阿娘，你今仔日讲话哦，拢甲较早无共款，我拢听无呢。中华，这几年来，你对阿娘也食袂少的苦，今仔日总算是苦尽甘来。阿娘坦白甲你讲，当今的皇上是阿娘的亲生囝。当今的皇帝是阿娘生啊！是啊，哦，安尼你才会要转去京城哦？是无对，包大人就是要来请咱回家的。那安尼，阿娘，我敢免甲你转去？当然的咯，你一定爱缀阿娘来去啊！安尼真好真好，即摆皇帝就是阮阿兄，我。中华，哈你若见着伊，就爱叫伊兴王。哦，叫英王啊！嗯，太好太好！阿娘，你拢来啊呢？来到咱门家口啊，快紧的！已经来啊是？哈，中华，你紧扶阿娘来去门卡口遐等。好，快紧！哦，人足多呢，人都是人呢。阿娘，这这。上上下乱教，立心报信，叩见太后娘娘。报庆平身，谢娘娘。李大人，叩见太后娘娘。但你金平身，谢太后。皇上，这位就是李太后。不要！
面，路未知，你赶紧准备香火，定要替我的母后祈求上苍，使伊良言重见青天。遵旨。皇帝呀，母后，阿娘，我活啦！哎呀！愿中华可见万岁，万岁！官人封你为安乐王。哈？甘乐王？你哪知我爱拍甘乐啊？嘿，官名叫做安乐王。哦，是安乐王啊！是啊。啊，做咧要安怎讲？紧下温啊！下旨龙运，平身。哈啥？起来！哦，平身就是起来，哈哈。母后，请上銮驾，随儿臣会调。是啦，安娘，外面哦一台车是偌水的，我带你去坐台上水的。母后，儿臣已尽孝道，甲母后你拖车。皇帝阿爷，你要拖车？你拖我甲你杀。